台南市2022技职博览会5月26号、27号2天，将伫咧远东科技大厦场场，预计将会有2500位国中3年级的学生到场，透过参观观摩技职的方式，找到家己的志向。为扩大技职教育宣传，市府17日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并勉励学生一技在身，受用一生。他将来要选填一些志愿以及他未来的性向，那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当然我们知道线上的资源很多线上的资源可以看得到许多技职专校或者是学院科大他们的一些非常重要，而且未来在就业市场上，在未来国家发展上有很重要的方向。不过有一些实体的解说跟互动还是觉得民众还是有这样的需求。虽然在疫情的现在，坦白讲，很多事情都改成线上，但是我们决定是线上跟线下并重，就是线上的资源也有，那线上实体的面谈也有。随着5月份各种会考结束后，毕业生将面临剩下进路选择。职业实探是各种生涯辅导课程重要一环，为了让学生充分了解家己的志向以及兴趣，市府教育局办理技职教育宣传系列活动，种种安排，就是希望帮助学生掌握志愿目标，找到适合家己的就学志愿。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